你有冇試過出完一個 IG post 之後，明明已經放低咗部電話，但隔幾分鐘又忍唔住拎出嚟睇下有幾多個 like？你有冇試過老細開會嗰陣隨口批評咗你一句，結果你成個星期都記住，甚至夜晚瞓覺之前都仲喺個腦度重播緊嗰個畫面？你有冇試過朋友已讀不回，幾個鐘就開始胡思亂想，我係咪講錯咗啲咩？佢係咪嬲咗我？佢係咪唔想再同我做朋友？甚至乎你明明已經20幾、30歲人，但當父母唔認同你嘅工作或者伴侶，甚至人生選擇嘅時候，你仍然會覺得好難受。如果以上任何一樣你曾經經歷過，咁今日呢條片可能會徹底改變你睇自己同埋睇世界嘅方式，因為心理學大師阿德勒提出過一個非常震撼嘅觀點，佢認為人生最大嘅痛苦未必來自貧窮、失敗，甚至唔係來自過去嘅創傷，而係來自一件我哋日日都做緊，但從來冇察覺嘅事情，就係過分在意別人點睇自己。而呢個問題幾乎偷走咗大部分人一生嘅自由。第一個顛覆認知，過去決定唔到你嘅人生。我哋由細到大都好容易相信一件事，如果一個人成日冇自信，可能係因為細個成日俾人鬧；如果一個人成日唔敢挑戰自己，可能係因為以前失敗過太多次；如果一個人成日唔敢相信人，可能係因為曾經受過傷。聽落好合理，因為我哋一直都覺得過去發生過嘅事塑造咗今日嘅自己。簡單嚟講就係過去決定現在。但阿德勒聽到之後會直接搖頭，佢認為過去的確會影響你，但永遠唔會決定你。書入面講過一個好有意思嘅例子，有兩兄弟喺同一個家庭長大，佢哋有一個脾氣好差，仲成日酗酒嘅爸爸，屋企日日鬧交，生活充滿衝突。長大之後，哥哥因為犯罪被拉，記者問佢點解你會變成咁？哥哥答：有咁樣嘅老豆，我仲可以變成點？但有趣嘅地方嚟啦，同一個家庭入面嘅細佬，最後竟然成為一個事業成功、生活穩定嘅人。記者同樣問佢點解你會有今日嘅成就？而細佬嘅答案竟然都係有咁樣嘅老豆，我仲可以變成點？同一個家庭，同一個成長環境，同一段過去，最後卻活出兩個完全唔同嘅人生。阿德勒想講嘅其實好簡單，真正重要嘅唔係發生過咩事，而係你點樣理解嗰件事。有人將傷痛變成借口，有人將傷痛變成動力，有人因為曾經窮過，所以覺得自己一世都冇機會翻身，亦都有人因為窮過，所以更加努力改變命運。過去可以影響你，但唔應該控制你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開始諗，咁我哋平時成日講嗰啲，因為我細個屋企窮，因為我讀書唔叻，因為我以前失敗過，因為我曾經俾人傷害過，呢啲真係原因？定係其實只係我哋用嚟說服自己唔需要改變嘅理由？阿德勒並唔係否認痛苦，佢亦都唔係話創傷唔存在。佢真正想講嘅係，無論你經歷過咩事，你都仲有選擇。而人生最重要嘅，正正就係呢個選擇權。但如果過去唔係我哋痛苦嘅根源，咁點解我哋每日仲係活得咁焦慮、咁壓抑、咁在意別人點睇自己？關於呢個問題，阿德勒俾出咗一個更加震撼嘅答案。第二個顛覆認知，所有煩惱都來自人際關係。聽到呢句說話，你可能會覺得有啲誇張。失業唔係煩惱咩？冇錢唔係煩惱咩？考試肥佬唔係煩惱咩？但阿德勒竟然話，所有煩惱都來自人際關係。第一次睇到呢句說話嘅時候，我都覺得好難接受。直到我睇到佢後面嘅解釋，阿德勒叫我哋試下做一個思想實驗。假設有一日，地球上面突然之間只剩低你一個人，冇朋友，冇同事，冇父母，冇伴侶，甚至冇社交媒體，咁你仲會唔會覺得自己輸咗俾人？仲會唔會因為人哋買樓買車而感到焦慮？仲會唔會擔心自己唔夠成功？答案係唔會，因為當冇咗其他人存在，比較呢件事根本就唔存在。而好多我哋以為嚟自生活嘅痛苦，其實都係嚟自比較。你未必真係窮，但當你好朋友人工高你1倍嘅時候，你開始懷疑自己。你未必真係失敗，但當以前嘅同學創業成功，你開始覺得自己落後。你未必真係做得差，但當同事比你更快升職，你開始質疑自己嘅能力。問題往往唔係件事本身，而係有人出現之後，我哋開始比較。
而比較之後就產生咗焦慮，產生咗自卑。所以阿德勒認為，自卑感並唔係天生存在，而係當我哋將自己擺喺一條競賽跑道上面嘅時候，自卑感先會出現。最有趣嘅係，其實好多人嘅煩惱根本唔係現實問題，而係想象出嚟嘅人際問題。例如你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朋友，對方3個鐘都未覆，本來只係一件好普通嘅事，但你好快開始腦補，佢係咪唔中意我？我係咪講錯咗嘢？我哋係咪做唔成朋友？短短幾個鐘，你已經喺腦海入面上演咗10幾集連續劇。但事實可能只係對方開緊會，又或者瞓咗覺。再例如喺公司，老細今日同你講嘢，語氣冷淡咗少少，你即刻開始擔心，我係咪做錯咗啲咩？佢係咪對我有意見？我會唔會俾人炒？結果老細可能只係琴晚冇瞓好。你會發現好多痛苦唔係嚟自現實，而係嚟自我哋點樣理解自己同其他人嘅關係。呢個先係阿德勒真正想講嘅重點。問題唔係事情本身，而係我哋賦予咗事情咩意義。但如果所有煩惱都來自人際關係，咁問題就嚟啦。我哋總唔可以避開所有人，自己搬去深山生活。既然人際關係避唔到，咁有冇方法可以令自己唔再被人際關係困住？而阿德勒俾出嘅答案，亦都係成個被討厭的勇氣最核心、最重要嘅概念：課題分離。如果你只記得被討厭的勇氣入面一個概念，咁一定要記住呢4個字，因為阿德勒認為大部分人之所以活得咁辛苦，就係因為搞唔清楚邊啲係自己嘅課題，邊啲係別人嘅課題。而判斷方法其實非常簡單，你只需要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最後承受結果嘅人係邊個？答案出現嗰一刻，你通常已經知道呢個課題屬於邊個。例如家庭關係，假設有一個父母希望自己個仔將來做醫生，但個仔真正中意嘅係藝術設計，於是雙方開始爭執。父母覺得自己係為個仔好，個仔又覺得自己人生應該自己決定，咁到底應該聽邊個？阿德勒會問：如果將來讀錯科、揀錯路，最後承受後果嘅人係邊個？答案其實好清楚，係個仔自己，因為將來唔會返工嘅係佢，過人生嘅係佢，承受選擇後果嘅都係佢。所以人生方向其實係仔女嘅課題。父母可以提出意見，可以分享經驗，甚至可以表達擔心，但唔可以代替對方做決定，因為個個人生根本唔屬於自己。而現實之中，好多家庭矛盾其實都源自我哋忍唔住介入咗別人嘅課題。再講愛情，好多人拍拖嘅時候都會有一種焦慮：我已經對你好好，點解你仲係唔夠愛我？我已經付出咗咁多，點解你仲係冇改變？但阿德勒會提醒我哋，你選擇去愛一個人，你願意真心付出，呢個係你嘅課題。但對方會唔會同樣愛你？會唔會珍惜你？甚至會唔會留喺你身邊？呢個係對方嘅課題。好多感情痛苦，正正就係因為我哋想控制一件控制唔到嘅事，希望對方按照自己期望去回應自己。但愛情從來唔係交易，你控制唔到另一個人嘅心。同樣地，喺朋友關係入面都一樣，你主動約朋友食飯係你嘅課題，你真心對朋友好係你嘅課題。但朋友接唔接受邀請，朋友中唔中意你，朋友有冇將你放喺同樣重要嘅位置，其實全部都係佢嘅課題。有時我哋最痛苦嘅地方唔係被拒絕，而係接受唔到被拒絕，總覺得自己做得夠好就應該得到想要嘅結果。但現實從來唔係咁運作。最後講工作，呢個可能係最多人有共鳴嘅地方。你每日準時返工，認真做好份工，努力學習新技能，提升自己能力，呢啲全部都係你嘅課題。但老細欣唔欣賞你，同事點樣睇你，公司最終升唔升你職，好多時根本唔完全由你控制。如果你將幸福建立喺老細認同你呢件事上面，你就會永遠活得提心吊膽，因為你將人生主導權交咗俾其他人。而阿德勒希望我哋做嘅係專注翻自己可以控制嘅部分，做好自己應該做嘅事，至於結果交翻俾世界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開始明白點解咁多人活得咁攰，因為我哋每日都喺度做同一件事，將別人嘅課題孭咗上身，父母嘅期待、伴侶嘅情緒、朋友嘅睇法、同事嘅評價、陌生人嘅眼光，我哋全部都想控制，全部都想滿足。
結果最後攰到透唔到氣。而當你真正學識課題分離之後，你會突然發現一件事，原來人生有好多重擔，根本一開始就唔屬於你。但問題嚟啦，如果你開始唔再迎合所有人，開始專注翻自己嘅人生，開始將別人嘅課題還翻俾佢哋，會發生咩事？答案可能同你想象中一樣，有啲人會開始唔中意你，而呢個正正就係阿德勒最後想講嘅核心思想——被討厭的勇氣。而當你真正學識課題分離之後，一個更加現實嘅問題就會出現：如果我唔再迎合所有人，如果我唔再滿足所有人嘅期待，如果我開始按照自己想要嘅方式去生活，咁會點？答案其實好簡單，有啲人可能會開始唔中意你，父母可能會唔滿意，朋友可能會誤解你，同事可能會批評你，甚至有啲原本同你好親近嘅人都可能因為你嘅改變而感到唔舒服。咁問題嚟啦，如果代價係被人討厭，你仲敢唔敢做自己？而呢個問題正正就係全書書名嘅由來——被討厭的勇氣。阿德勒認為，真正自由嘅代價就係被討厭。第一次聽到呢句說話，可能會覺得有啲極端，但當你認真諗深一層，你會發現佢其實講緊一個非常現實嘅道理。因為只要你作出選擇，就一定有人唔認同；只要你堅持自己嘅想法，就一定有人反對。而如果你希望所有人都滿意，希望所有人都認同你，最後結果往往只有一個，就係慢慢失去自己。所以阿德勒並唔係鼓勵我哋故意令人討厭，更加唔係叫我哋變得自私。佢真正想講嘅係，你必須接受一個事實，無論你做得幾好，都一定有人唔中意你、批評你、誤解你。而呢件事本身就好正常。例如，當你決定創業，有人會話你太冒險，有人會笑你發白日夢，有人覺得你份工做得好好，點解要放棄？但如果你因為驚人哋批評而從來唔敢踏出第一步，你最後活嘅可能根本唔係自己想要嘅人生。又例如，當你決定轉工，明明你知道自己已經唔開心好耐，但身邊仲有人同你講，份工咁穩定，仲想點？而家經濟咁差，你仲敢轉？於是你開始懷疑自己，開始退縮，開始放棄改變。再例如，近年越嚟越多人選擇唔結婚或者唔生小朋友，但只要你作出同主流唔同嘅選擇，總會有人跳出嚟批評，話你自私，話你將來一定後悔，話你人生唔完整。但問題係，最後為呢個決定負責嘅人係你，唔係佢哋。甚至連追夢都一樣。你想學音樂，有人話冇前途；你想做 YouTube，有人話賺唔到錢；你想開始一份副業，有人話你嘥時間。所以阿德勒認為，如果你想活出屬於自己嘅人生，就必須放棄一個幻想。嗰個幻想就係有朝一日所有人都會認同你，因為呢一日永遠都唔會出現。總有人中意你，總有人唔中意你，總有人支持你，總有人質疑你。而真正成熟嘅人，並唔係得到所有人認同嘅人，而係即使面對質疑、誤解同批評，仍然有勇氣按照自己價值觀生活嘅人。所以我最中意書入面傳達嘅一個信息係：被所有人喜歡，從來唔係成功。因為當你被所有人喜歡嘅時候，好多時代表住你一直都喺迎合別人，一直都喺扮演別人期待你成為嘅角色。換句話講，你一直都活喺別人寫好嘅劇本入面。而真正嘅自由，唔係冇人討厭你，而係即使有人討厭你，你依然有勇氣活成自己想成為嘅模樣。講到呢度，我哋不如一齊回顧下被討厭的勇氣最核心嘅3個觀念。第一，過去決定唔到你，無論你曾經經歷過失敗、挫折，甚至創傷，佢哋都可以影響你，但唔能夠定義你。你嘅人生唔係由過去寫好，而係由你今日嘅選擇一步一步創造出嚟。第二，所有煩惱都來自人際關係。我哋以為自己係因為唔夠成功、唔夠能力而痛苦，但其實好多焦慮都來自比較，來自太在意別人點睇自己。第三，課題分離帶嚟自由。當你開始分清楚邊啲係自己嘅課題，邊啲係別人嘅課題，你就唔再需要為所有人嘅情緒負責，亦唔需要將自己嘅價值建立喺別人嘅認同之上。
當你真正理解呢3個觀念之後，你會發現被討厭的勇氣其實唔只係一本心理學書，更似係寫俾現代人嘅一封信。因為今日嘅我哋幾乎每日都活喺別人嘅目光之中，社交媒體嘅 like、朋友嘅成就、家人嘅期待、社會嘅標準，都好容易令我哋忘記自己真正想要嘅人生。但阿德勒提醒我哋，人生從來唔係一場取悅所有人嘅比賽，總有人中意你，亦總有人唔中意你，總有人理解你，亦總有人誤解你，而呢啲本身就係人生嘅一部分。所以被討厭的勇氣真正想教我哋嘅，並唔係如何避免被討厭，而係即使有人批評你、誤解你、唔認同你，你仍然有勇氣活出自己選擇嘅人生。如果你睇到呢度有少少啟發，不妨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想法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呢類心理學同個人成長內容，記得訂閱 Growing Club， 俾個 like， 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。希望我哋都可以慢慢放低不必要嘅負擔，掌握自己人生嘅主導權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